难道美人关？人在乱世的风尘，双面为难。有雨破老窗，红线为你牵，错过细心的空房，也已经无温暖。我在梦雾中流转，到何时机来成全？你的感情不平凡，我的青春为谁等？心不由己，心已乱。台湾社会一句俗语话咧讲人狂腔狂腔，不过伫咧业界，你我拢知影的音乐家狂腔老师，伊足成功，伊哪有狂腔？徛伫足侪名主持人脚只后，咧共请咧共做，真侪人唔知影讲，伊嘛是名作词作曲家。汪丽友金曲歌王，近年来真侪好歌拢是伊的作品。今日狂腔老师要来做主角，要来讲起伊的音乐人生，要来讲起伊的创作的过程。咱先来听金曲歌后曾心梅讲起狂腔老师私底下咱无了解的迄一面。我甲孔腔老师比较有密切、较密切的这个关系，就是有一年做伊的这个唱片，嘿，算讲我唱伊的歌，迄张专辑吼，其实甲准吼就是夭折，伊是无发行的。但是这块专辑，咱讲老实话是真可惜，因为老师跟伟伟哈，就是他的老婆，两个人所做的这个歌曲，讲实在话是非常非常好听，迄种好听是。无失去掉过去迄款台语的经典，啊嘛保留着即马现代的迄款流行的元素伫咧内底。老师互我印象上比较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因为以前伊拢是做乐队，吼 keyboard 嘛，拢是做音乐总监，啊，就是伊，阮若讲啊，什么歌啊，伊就动落去啊，吼，伊的反应真紧啊。但是伫咧迄个做唱片迄当阵，我才知影讲哦，原来老师。对唱歌的迄个技巧，其实伊嘛是有研究的。伊毋是干那对音乐的部分，伊有若是会当徛伫咧做歌手的一个角度来制作一张唱片。孔安老师真好看啊！伊即马看到讲哦，这个飞哥目睭迄个眼神一死，吼，伊就知影讲哦，伊要唱什么歌，伊个弹落去啊，啊都正中下怀，都着着伊心内想要唱的迄首歌，这个咱嘛是共款。所以第一，我感觉孔阳老师伊是一个真巧的人，对，因为真够看，真够观察对伊来讲是非常厉害的。好啊，第二，伊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，一个会当伫咧诸葛亮啊、飞哥、歌哥的身躯边做音乐的老师，伊平常时应该嘛要有一个气啊。但是孔阳老师的形象我看无这个物件。我刚看到伊的谦虚，伫咧老师的这个形象，我嘛感觉讲，学习到真侪讲，伊做人啊，佮有这个步步行行吼，迄个站站扎扎，嘿，拢做了真好。孔强老师，你的身体爱顾啊，吼，已经是算国宝级的这个乐师啊，吼。啊，你敢知影有真侪人需要你，尤其是我，啊，佮有神哥，啊，佮有副哥，阮这个节目非常需要你。那阮这个节目，我佮真希望会当唱到你的歌，你会记咱的迄个专辑拢一直无法度发行安尼。我真希望讲你会当甲伟伟佮做一张专辑，然后咱来合作，啊来找一间唱片公司，咱来发行安尼。所以讲你一定要身体保重哦，加油！咱过去看到伊伫真侪名主持人的身躯边担任音乐总监，今日伊是咱的贵客，咱的主角，咱的来宾，咱的名作词作曲家孔强老师，老师欢迎。嗨，主持人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恁的好朋友，我是孔强啊，足久无看啊吼。你多才多艺，足侪人吼听歌听讲足迄道的歌，竟然唔知影讲是你写，今日会当坐伫遮。是阮的福气。无影，其实做歌吼是安尼啦，就大家欣赏
大家可能爱切菜，有爱菜头，吼，大家拢有介意所在吼。若有缘分，大家听到我的歌，凡是海两句啊，个唱两句啊，安尼。其实作品的物件呢，是安尼，我个人是安尼啦，我毋是去做大批大卖的，吼，像人一个作词作曲的吼，土地放一堆安尼，等咧卖安尼。我较爱帮量身定做啦，吼，趁钱是安尼，是和各位朋友分享就是讲，手皮还是做一个理想，足好耍的啦，哦，因为讲到做手皮啊，我进入这道正职，我就足想要做手皮啊，哦，较早陈英杰老师介绍我去一间手皮公司，要准备做手皮，忽然发觉讲。原来做手皮爱慢慢来熬，慢慢来熬。等手皮发行了后，赚偌济钱，你会使分偌济钱安尼。但是迄阵环境我袂当就正经。迄阵爱饲某饲囝，囝搁细汉的，所以逐工爱，那逐个月无领到钱吼，我都无法度维持即摆的生活。所以迄阵就放弃。我就感觉你讲做手皮有机会。嘛，等家己的音乐的迄个素养吼，若较成熟一丝啊吼，咱才来做，不要紧啦。时间大家还阁有，所以我选择讲，我即摆头路，我会使现领，还是画啊吼，安尼我生活才拍会过。所以讲手皮的物件，我到即马即阵啊，这5、6年来才慢慢啊才去接触，慢慢啊去做缘分啦。缘分创造一切啦，不管这歌有大红啊无大红，我感觉讲，我音乐人生内底有做这几条专辑，我讲一个美满，足幸福的。是你甲歌王王力友开嘴，还是你有去甲你讲，老师，咱熟识以来，你拢毋爱写歌互我，是谁甲谁招的？无啦，其实我对于足早就足有兴趣啊。因为大家若唱歌，伊上节目伊咧唱歌的时阵，我就想讲。若有一天我有机会帮你做手皮，我可能会做到什么款？人国语叫水到渠成的时阵吼，自然，这代志拢会发生起来。果然吼，花等着机会啊！你有唱的歌声吼，果然嘛无互人失望啦。这唱出来，会讲，这听起来吼，咱做音乐的人有一个术语啊，有人听会盲啦。不管是做伊的、做别人的作品嘛是共款，我拢是人有拜托我，也是讲要求我要做什么时阵，我才来想讲伊的主题要创啥，遐人要创啥，要唱啥。我讲安尼做，较好啦，较有意思。较有意思，无你可能土地咧大卖的啦，对啦。所以讲，你这节目嘛是讲。嘛是共款，我足支持这个节目，有对台湾歌的文化吼做甲遐尼彻底，做甲遐尼淋漓尽致的。我不但话语嘛爱支持啦，我本人嘛是爱出现一个吼，来对这个节目的支持。我讲这个台湾歌有这个节目来传承吼，我是感觉唱台湾歌的人足幸福的。你足少会就对音乐产生兴趣，例如讲。是毋是连厝邻的人都会甲你斗？对啦，伊知影咱庄脚囡仔嘛，咱台湾话讲一句，咱庄脚人吼，做囡仔的时阵，车车都无够，哪有通拍歌，对无？但是我自细汉我知影讲，我后摆一定要做音乐，和这都爱有关系。所以讲，你拄啊讲我是啥物作词家、作曲家，我真个唔敢当啊，真个唔敢当。咱是正港的为音乐为生的人，迄最真个是天公伯啊吼，这个跳小我啦，互我一碗饭通食。你讲除了做音乐以外，其他我是啥物拢袂晓，敢若白痴咧。阮专心伫这个世界内底来做这个物件吼，阮电脑较专注吼。但是我嘛足希望即摆少年人吼要做这个行业吼，正经爱有好心啦。爱拍拼，连各行各业拢共款啦，拢是爱为着你理想，为着你的前途吼，伫这道内底吼，咱家己爱
爱承担会起啦。老师你讲的要专注。爱专注。老师你是对几岁开始感觉讲我一定要做音乐的工作，别项我绝对不爱忘。小学1年级我就晓弹琴嘛。小学1年级无人教，因为呢，我为什么安尼讲呢？因为老师咧上课咧弹琴的时阵吼，咧教来迄阵是风琴尔吼，我咧踮边仔看，我无要唱歌，就看伊安尼弹。下课10分钟我就会晓啊。所以讲我就感觉做音乐真系足趣味啊，愈来愈啊听唱片啊，听拉料吼广播啊啥的时阵，因为歌我算拢记会牢，所以讲。我较细个，我就讲，后摆我一定要食这道的饭啦。天生是要食这道的。不过迄个时阵吼，琴真稀罕呢。稀罕啦，稀罕啦。小学时阵，迄个年代40-50年，迄个年代就简单的迄风琴尔嘛。到50年代以后才有钢琴嘛。但是阮我妈为了学乐器吼，食饱食足济苦。个老师较早老师都反对咱做这嘛。我会记得老师较早甲我骂吼。你逐工安尼咯，音乐咧乒乒乓乓，后尾吵死安尼吼，后摆你若有出头，你转来找我。我想讲好，我后摆要找你，一定要找你。所以讲，无怪迄老师，但是我多谢迄老师互我即个鼓励吼，我一定爱为一道内底爱出人头地一下。艰苦咱着做阵行，情义路上我是你的伴。脚步踏好正，也头向天看，无名声若予人贪听。虽然风雨大，有你陪伴袂孤单，头阵唱出勇者的歌。偌多困难拢不惊，为你流汗无算声。我做你的靠山，你的高中我来担，一句感谢温暖阮心肝。情义路上我是你的伴，脚步踏好正，也头向天看，无名声若予人贪听。虽然风雨大，有你陪伴袂孤单，头阵唱出勇者的歌。最困难拢不惊，为你流汗无算声。我做你的靠山，你的高中我来担，一句感谢温暖阮心肝。我做你的靠山，我最困难拢不惊，为你流汗无算声。你的高中我来担，一句感谢温暖阮心肝。我做你的靠山，我最困难拢不惊，为你流汗无算声。我做你的靠山，你的高中我来担，一句感谢温暖阮心肝。
全台湾拢捌伊的邝强老师。少年读国校的时阵，就感觉讲我一生要做音乐的工课。较早是囡仔拢耍的啦，这样回想起来吼，哦，感觉较早耍的音乐就足幼稚的啦。因为我先讲哦，我为耍音乐、玩音乐到即马，到无一个老师哦，甲我教过哦。你个维基百科写的拢师承某某，师承某某，迄拢黑白写的，所以哦，就无这个代志。我今日伫镜头内底，我就。甲我足骄傲，就是讲我今日所有学的物件，不管你是欣赏啊无欣赏，好听啊歹听，拢我家己学来的吼，一步一脚印安尼学来。做音乐到即马差不多43年啦，44年吼。这来咧，其实最重要的是，我到即摆还搁咧学，到即摆搁学习，毋是讲家己多伟大，但是因为爱嘛。我足爱这个物件，所以逐项拢爱学。我较早因为吼，高中的时阵，因为摕到一个乐器吼，伫楼顶乐器室门口吼，毋知谁无囥转去啊！我是惊互偷摕去，摕转去厝里保管。第二天咧摕来现校，就安尼互记一个大个咧。校无谅解，叫是我要偷摕转去。我偷摕转去，我哪会搁摕了转来后？不管你记一个大句，迄阵我就感觉，后摆我若有机会哦，我有趁到钱吼，我定踮厝里摆我所有乐器，啥物装潢拢唔免，我只要有乐器尔。所以讲啊，即摆囡仔人莫讲你达不到梦想哦。时间久来，你若拍拼，一定会达到梦想啦。所以讲，即马厝内底全部拢乐器，后阳台拢堆一堆乐器啊。所以讲，有梦吼，咱爱去约啦，有约梦的过程内底，你感觉人生的感觉就虽然艰苦，但是你感觉足酸甜的，足好的啦，足美满的。拄开始，你要接近这个产业。要去西餐厅上班，我哪想足多办法对无？坦白讲，我出社会时阵，我就有囡仔有某啊，所以讲哦，这三顿拢爱顾啦，三顿拢爱食饭，所以讲不得不吼，家己就爱承担啦，家己早婚嘛，咱爱担起来是个家庭，所以讲日夜做，暝也做啦，哦，为透中昼做到半暝安尼吼，迄就是餐厅的过程。但是我无感觉艰苦，因为我出去逐工出去做事的每一工，我拢会使含一只先摆哦，学着一寡物件，迄拢是真好的这个养分啊。所以讲，逐工咧学物件当中呢，我就感觉日子就过得足紧的。伫西餐厅咧弹的时阵，迄阵像江蕙啊、洪云凤啊，或者杨冽啊、白冰冰啊，拢。还搁咧煮球嘛，伫阮餐厅咧煮球，但是每一个人功夫拢真好，逐个歌路拢无共，所以讲你看，我有法度为遐一个歌曲内底吸收到遐尼好的功夫甲养分啊！我感觉我家己学音乐的过程内底，我无艰苦着呢，我是感觉足快乐的，因为我逐工我感觉海绵咧，甲吸到水吼，逐工都8条安尼，所以讲伫迄年代内底呢，歌嘛较歹弹啦，因为迄个时阵接近为日本流行歌改过来台湾歌足济，所以讲技术上吼，嘛有较困难者，但是慢慢才知影讲，咱为遐个技术内底呢，学到物件，即马要用着即马的手臂，其实对我来讲是足简单的啦，足轻松的，足轻松的啦。辛苦后甜啦，正经的啦。就拄啊放迄个，我做你的课程，我做你的课程旅游，足感动的是讲旅游头一场帮旅游做这条歌，伊就入围金曲奖最佳男女演唱奖啊。虽然没有得奖，但是咧迄阵呢，伊得到足大回响。所以讲，我是帮旅游做手皮，我一直想讲，那万一无流行要安怎？你爱受后路啊，但是万一若无流行，但是要有出处，你也要找一个出路啦。上紧嘛，一条歌伊就放咧咱真日数的，咱警察同仁会代言的这条歌，
所以后壁有逐只歌，逐条歌拢会帮我思考着啊，即个歌啊，万一无红，啊，你要做啥？即个歌要做啥做啥？我拢大概咧甲拢有设想一寡物件落。因为可能你有感觉讲，毋是讲一般制作人甲歌手之间安尼感情，伊是一个足有温度的人，温度吼，足有温度的人啦。伊做代志呢，手法、佮做法拢足有的，足细心的人吼。伊不但咱工课有交情，咱生活嘛有交集吼。所以讲，像迄阵啊，我身体足无好的时阵吼。啊，无法度做歌，也无法度啥物做呢，拢靠伊含王妈咧甲我保养啊，吼，哦，摕一寡补品来食吼，哦，希望你爱健康起来，咱手臂的代志会使慢慢啊做，然后做拢啥拢袂要紧，但是正经的发自内心的希望你啊身体要顾好，咱才有晚年嘛。所以从这点来看来，阮已经是跳脱迄种。制作人和歌手之间的关系啊，加在老师即摆身体有较稳定。坦白讲，较早的头路，因为我对飞哥啊、瓜哥啊、朱大哥啊、于大哥吼，伊头路较济，综艺节目嘛较竞争，咱无通竞啦，咱无通选择，即无通选择，意思是讲啊，大今日要写录影，明仔载要车队表演，车要安那，车要安那。你看一下，咱内底咧行，吼，完全无通互你讲啊，我明仔载袂使即种，无通选择。啊，即马慢慢改变啦，综艺心态嘛，啊，慢慢啊讲示威啦，示威意思讲慢慢啊消去啊啦。哦，我即马就较轻松，啊，较轻松的时阵，我就较有机会去做唱片啊，哦，还是做我个人事情。即马才想着讲。啊，原来休困是遐尼好的代志，我会使做足侪我想要做的代志。啊，顾孙啦，啊去拍球啦，吼，啊有当时啊，孙上去上学了后咧，或者两个去行，四地赛车去倒去佚佗安尼，慢慢啊，到这个年岁才找到这种生活的品质甲感觉转来，所以讲人会变较健康啦。你头拄仔咧讲吼。学着新的音乐欢喜，啊，我感觉伟伟老师一定是你最重要支持的力量。对啦，咱讲吼，贤惠才是买货人啦，吼，谁甲我贤惠你啊？啊，像你哦，伊也袂甲我嫌啦，但是正讲贤惠人是阮某，真好嫌啦。哦，大家有做些歌好，你安尼做，啊，但我头一摆互你听，伊听，伊有感觉，伊就写书，伊来做。你听了无感觉个啊，无歹，伊甲我体会呢。真经，有当时像有即个专辑内底有一条歌，我是写个，我感觉袂歹呢。啊，无你看，你也写书啊，紧个，写，伊讲无爱写，伊讲写歌足爽的，我无爱听。我讲袂歹啦，安两个就弯起来啊，弯起来要安怎？哦，咱找当事人来，靠你哦来，你来，你进来，你来听一条歌。阮当时啊，一个写书，一个写经，两个拢会相让啦。相让的时阵，有意见的时阵，咱无人通问的时阵，只有来问当事者啦。啊，你甲翁理由大哥遮好，你阁互伊为难。翁仔某代志叫伊来参，你心肝足歹咧。伊足够处理这个代志个。阮翁仔某代志吼，伊对翁仔某实太熟个啦，所以讲伊拢有方法吼。哦，讲互阮某讲啊，老师即条歌你暂时答应吗？啊，你帮伊写嘛，安尼吼，我手感觉无好，我才甲伊改啊安尼，然后才成就一首歌。原来是伊做你的靠山。伊是就是我的靠山。老师，伟老师甲你遮久，一路行过来，对你足济的支持。是，甚至讲你困难的时阵，你若未结婚的时阵，伊就安尼一直伫你的身躯边，毋捌离开。嘛毋捌甲你怨叹，毋捌甲你嫌过。啊，有一条歌，毋知影敢是原来表达这种的心情，或者深深不了解。我先讲，这条歌毋是为写的。哦。无，伊书是伊写的，伊哪可能，伊哪可能表达家己的感情呢？其实我甲你讲，伊定我写歌的时阵，伊就问我讲，你歌词爱啥物感觉？我感觉我讲袂出来，但是我讲一个故事互你听，吼啊，
我有一个朋友吼，国珍一个女朋友吼，为着伊要放杀伊吼，互国珍足为难的，足艰苦的。伊为这段情吼，已经吼安那讲一堆故事互伊，伊听到故事就感觉就开始写，写出来，其实迄是我的故事啦。啦，拢爱摕这个代替的人，你知道无？师母，伟伟老师，你拢有听到？迄拢伊家己的故事哦，拢家己过去的恋爱的故事哦。渐渐啊光，照着冷被单，心点点啊酸，思念把心肝。人讲爱情是条线，牵着你我相爱的运命，星定定咧这。看我孤单行，慢夜夜咧听我哭出声。你是快乐的鸟只，感情所把袂掉你的形影。对你的爱，日日夜夜来牵挂。用千言万语讲嘛讲袂煞，一段深深不了情，伤甲灵魂剩一半。想着你，犹原是恋恋不舍，用我的命向天地来救抓，用我的情刻在伊的心肝。一撮过一撮，一段深深不了情，缘分两字欠一半，多情的人注定一生看无。定定咧这，看我孤单行，梦夜夜咧听我哭出声。你是快乐的鸟只，感情所把袂掉你的形影。对你的爱，日日夜夜来牵挂，对你的心，用千言万语讲嘛讲袂煞，一段深深不了情，伤甲灵魂剩一半。想着你，犹原是恋恋不舍。
你的心肝一逝搁一逝，一段亲情有了情，缘分两字减一半，多情的人注定一心拖磨。今来欢迎孔强老师这几年真侪块专辑主唱人，咱台语的金曲的歌王，大家拢足拥护，大家拢足欢迎。大牌翁立哦，你好，大家欢迎。高先好，恩公吼，孔强老师，还有我的在新爷，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。企业家、政治界、甲演艺界，拢有迄个排名嘛，拢有迄个大牌啦，还是吼小牌。但是这位不是大牌甲小牌，什么牌？你是天阳牌。天阳牌，这真正的，因为这有领署名落来。哦，听了就爽的啦。啊，毋过大哥，你敢会记的？你敢会记得讲较早同款伫这个所在，这个摄影棚，孔强老师捌甲你鼓励过。2002差不多2年的时阵吼，迄阵啊，我看到老师我会惊，因为青少年阵就爱看老师的节目啊，龙兄虎弟，这真正家喻户晓，飞哥啊，龙兄虎弟啊，所以。迄是一个感觉足遥远的人，你啊大牌啊地位遐尼啊悬吼，佮拢对伫咧超级大牌飞哥的边啊吼，是迄个歌哥的边啊吼，雄雄在咱的边啊吼咧伪装，迄届我印象足深刻的，就是本地我甲化妆师安尼有讲笑安尼吼，雄雄老师来我怎点伊，全台湾的乐队老师迄当时吼。有咧伪装迄干那孔强老师尔，因为无好看嘛。因为伊镜头拢定咧，迄条伊其实老师嘛，等于是一个 artist 啊，嘛是等于是一个艺人，超级巨星啊。老师向咧伪装，目睭开咧伪装。雄我坐伫伊正手边，雄安尼，伊雄安尼吼，你好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有一点delay，就是讲今仔日的这个录影哦，有小可较甲你前一时啊，伊讲吼。今仔日的这个行程有淡薄仔 delay 着，歹势，互你等。我怎硬伊，你知影？我回伊来，我老师别，老师啊别啦，不要紧，因为我真诶啊，咱想讲一个遮大牌，佮地位遮尔啊悬的，一位这个先辈吼老师，较会遮客气。大哥，咱诚意讲，伊无咧甲咱分大细汉。无。迄个时阵，咱还搁咧拍拼，伊安尼遮看重咱。迄心肝头一定足温暖，足温暖的啊！佮拢会甲我叫边仔甲我鼓励，讲叫我吼唔通放弃，吼有机会唱片，那我都出，就是保持吼差不多1年一张，是年半一张，永远吼，遮个歌迷朋友感觉讲，你拢伫咧线顶。2009年，迄年我头一摆入围这个金曲奖。迄块专辑嘛，行去迄块专辑第一次入围嘛，第一摆入围，真幸运吼，就第一摆就得到这个台语的最佳男歌手。头一通电话，毋是别人敲来叫伊，就是孔强老师。这通嘛是全世界第一通，嘛是全世界唯一的一通。其实我较有意思，我甘累呢。电话伊看袂到，我真甘累。我是讲我这度我做遐久，做这30-10年来，我毋捌看唔着人。所以看唔着人时候，我这大约讲一个，我大概咧大庆的时阵，摄影棚门口伫伊遐入来，这个新人入来啊，是这个大牌入来，有气势无气势，我这目睭就看就知。我毋是上名声的啦，我只是一个职业本能啦，就是感觉讲。哦，这个有出脱的，这个还好诶，这个会安那会安那。所以我当初是含伊讲这个，就是讲我早就莫讲得金曲奖真正啦。拄我来的时阵，我感觉这囡仔足
足故意的，真足善良啊！咱白白拢装下伊来，看伊来，我就感觉讲，我较早伫位装下来的时阵，我多么需要一个人吼，踮边仔咧甲我鼓励，因为我迄阵的作风就是安尼，大牌你莫假笑啊，我大牌内底，伫我内底你只是一个歌手尔，我大牌，什么大牌我是毋捌看过，对无？哦。即马伫的较早无伫的，已经无伫，我已经看太济。但是我希望有新人来到咱新的环境的时阵，伊会感觉讲啊，伊足自在、足安心。因为我看足侪新人，我做遐尼济歌手比赛，足侪新人来对歌咧足紧张的。啊，只是要比赛的时阵，因为紧张啊，迄肌肉啊，拢会缩起来，你知道？电脑唱了歹，对，安尼电脑影响到伊唱歌的迄种感觉。我甲因讲这话，我是讲爱叫伊放轻松，而且吼，舞台虽然遐尼大，伊把握这个机会，你看 NG 哦也不要紧啊，我们讲顶来一遍不要紧啊嘛，或者我红 NG 关系啊，因为屁啊嘛，所以你安心啊唱，自己改了后，你唱歌足自在，虽然唱的迄阵拢唱别人的歌，但是你台湾歌的迄个味，就是咱节目的宗旨。唱这台湾歌啊，感觉吼咱我当咧会梦的吼，咱讲正经无几个啦，唱到会入骨的吼，所以无几个啦。所以讲自己改了后，我就来讲这绝对后摆绝对有透动，绝对是咱这道的基优股啦。迄阵啊吼，老师咧甲我制作《眼中泪》这块专辑，啊去阮兜啊坐咧碰伊吼。啊！向我叫惊到，你知？迄阵啊，差不多2-3年前，哦，哈鸟的，我真正惊到，迄真正惊到，伊个向吼，你听歌，啊，甲阮两个啊，听，咱会向面色变足白的，啊，迄阵叫足瘦的，迄阵身体真无好，啊，就安尼向讲，我向你哦，赶快带我去阳台，去外口呼吸新鲜空气，你看我真正惊到，因为迄阵啊。我无照你讲，我若较早甲老师咧录唱片哦，像迄芳花雪月拢对阴暗7点录到过两工透早或者8点，安尼咧甲操咧。到尾啊，我拢会惊毋甘嘛，因为伊除了录唱片以外，啊，佫有足侪综艺节目嘛爱录影。啊，伊迄阵啊身体足虚的吼，拢怎啊若中场咧休困，还是放饭，根本都无胃口通去食。便当，拢怎啊？困伫报警后壁，伫遐咧困，拢足无体力咧。所以讲吼，我真正啊嘛娶着好某，娶着这伟姐，真正足够顾的。啊，佮天公伯啊，佮吼安尼吼，互伊一个遮古水的孙啊吼，这个奥斯卡对无？奥斯卡啊，所以某甲孙吼，互伊的爱。伊有迄个动力啦，有迄个动力吼。啊，阿公要运动了哦，才去搬迄楼梯安尼无？因兜迄细楼梯咧，安尼爬起去，落来，爬起去，落来，1点钟做10分钟，1点钟做10分钟，啊，佮来师母，佮安尼拢带去讲球，吼，啊，佮伊的后生，啊，遮好朋友，啊，为虾米遮尔侪人要对伊好？因为伊就敢若国前咱咧讲，伊早就拢甲花啊，拢插进前啊。就是伊先对人好，啊，这就是本钱嘛。就是讲，当老师你有需要阮的时阵，你拢免开嘴。阮敢若看你安尼，阮就比你较艰苦。这是看袂到的福报呢。嘿，真诶，啊，阮就一直想要甲你顾好，因为老师吼，的人就是伊好吼，伊要搁甲边仔人照顾搁较好咧，甚至拢无熟悉，伊嘛照顾，所以。迄是今仔日节目拄啊时间有限，啊无吼业界安尼吼，会使讲一寡大牌吼，拢较早拢是安尼，互伊照顾起来。情的男儿，活放的勇气，身躯
害了责任甲道义，输归无分你也暝，风雨无分好歹天。家庭的支持，社会人情味，予我付出甘心甘美。看了地创治，坚定无放弃，望大家会团圆。勇敢就是一起困难拢无提示，咱就是好兄弟。用同款的心，献出咱的情义。虽然无人会记咱的名字，嘛袂当来做动，咱拼命会坚持。热情的男儿，满腹的勇气，身躯害了责任甲道义，输归无分你也暝，风雨无分好歹天。家庭的支持，社会人情味，予我付出甘心甘美。看命运地创治，坚定无放弃，望大家会团圆。勇敢就是一起困难拢无提示，咱就是好兄弟。用同款的心，献出咱的情义。虽然无人会记咱的名字，嘛袂当来做动，咱拼命会坚持。勇敢就是一起困难拢无提示，咱就是好兄弟。用同款的心，献出咱的情义。虽然无人会记咱的名字，嘛袂当来做动，咱拼命会坚持。但是我知影讲，你新开始有机会入来电视的时阵，应该原来有足大的压力对无？哦，因为阮队主持人吼，拢是上大牌嘛，哦，飞哥、朱大哥、瓜哥，哦，于大哥，做因的节目都爱了解因的个性，啊，了解因的习惯，哦，知影因的歌，啊，知影因的才艺，啊，爱知影伊上。top 会使表演到什么地步，上低我到什么地步，咱这拢爱做功课，迄毋是天生自然你就会晓的啦。哎，就是讲因会使表演啥，会使唱啥，会使做啥，发挥因的优点，咱就功德圆满啦，你知道？所以其他的吼，算了，我回头等。我捌听老师讲吼，刘家昌老师啊，伫咧香港。咧开香港，还是伫美国咧开即个个人的演唱会吼，伊敢若要指定孔锵老师一个安尼淡薄比较大，因为香港的伊个人的演唱会吼，迄香港遐个大牌啊，成龙啊、刘德华还是黎明、梁朝伟、梁朝伟、张学友，伊唔知影讲每一工啥物人要来，特别来宾啊，迄拢足随性的啊，因为迄来就是可能爱唱刘老师较早的歌。对无？比如讲往事只能回味啦，深秋啦，海鸥啦，啊，你讲像这拢安尼，孔锵老师等于伊整的歌，唔知超过几啊万首啊。来，啊，你什么调？伊练哪电脑的？
伊拢直接大抓。啊，味足重的呢，一条万几个人，哇！伊介绍我就台了后，伊顶头有40几个乐队吼，啊，拢总落去，我一人起来，40几个人换一个人，无彩排。啊，无彩排啊，啊，什么人？今日什么人？伊就介绍出来都，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来唱一首什么歌？伊都安尼尔，你啊1秒钟，或者2秒钟来反应，伊要唱什么歌，我都要随弹落，我无时间互你反应。这是咱常年吼做音乐累积下来的一种优点啦。所以无怪飞哥啊，飞哥，你看龙兄虎弟安尼一做哈尼久，一定需要老师。红遍所有花莲地区，为什么？因为其实做综艺节目，观众要看的吼，是一种临时的，拢无彩排，会当安那，大家吼靠家己的这个多年来累积的这个反应。迄我讲这有够好看，啊嘛有够水。啊，我嘛知影孔强老师吼，那等到迄落大主持人甲大主持人两个冤家的时阵，比如讲阮是无，应该是讲较有咧有美角的时阵啦。矛盾的时阵吼，换因两个，唔知要换倒一边，唔知要看倒一边咧。伫有台吼，楼顶录朱大哥的啦，楼骹录于大哥，迄阵啊为着节目的交接，两个舞蹈无啥会欢喜啊，两个定咧起冤家，我就先去你顶头，啊朱大哥这啊你落好，导播喊卡 OK， 紧走去楼骹，迄个楼顶个走到楼骹，迄走到萝卜腿吼，迄个偌静你知影？到楼骹个于大哥嘿，就导播喊。好 ，OK， 好，下一段，砰，我爬起来呢，我一工安尼楼顶楼骹安尼爬起来10几桌，因为咱迄自家咱无才调讲含这两位大哥安尼圆满啦，啊咱受细卡你知影？迄阵只有一个大卡，我都讲话尔啦，但是这大卡右上拢已经也无伫个，所以讲吼，我就知影这敢若囡仔冤家啦。早晚会好势啦，哦！但是咱爱做，咱无法度做这看线的人，咱上网来做一个润滑剂嘛，对无？啊，总去楼顶咧，你弹朱大哥是朱大哥，你狂强啊！你拄啊走去楼骹吼，去天下啊吼，啊无，大个我是甲你讲哦，我拄去楼骹咧探听吼，讲有讲你的歹话无啦？结果，嘿。你知影于大哥讲啥伊啊？讲主持界天王就是你，无人含你下比的。我是咧，敢有影安尼讲？对啦，无对啦。啊，我走去楼骹咧弹的时阵，我于大哥，看，你拄啊走去楼顶弹吼？无，我去探听啦。我去探听朱大哥有讲你的歹话无？结果伊拄啊顶头讲啊。全台湾歌单内底唱歌上好就是你，你咁正经安尼讲，你知道？两边走，你来讲遮的好话，或者大的爽，明知影是真是假，迄个无应该无重要啊。但是大兄就听了，你太适合做外交官啊！这太适合。这嘛是咧弯弯代志呢。对我感觉非常佩服甲俄乐老师的所在，因为。伊的工课吼，一般你拢想讲，敢若弹琴的乐师尔，其实伊是一个心理医师，心理治疗师，心理治疗师。哦，遐大哥嘛是人啊，对无？飞哥嘛是会拄着心内有无爽快的所在啊，啊，费玉清小哥啊，等等这大牌，包括我啊。我讲真诶，我那有心若受伤，嘛爱走去和老师、甲师母安尼甲咱开破说咧。你那从来拢无开口，从来拢唔捌讲，换你来甲我破一下，是谁来对我讲一个好话？其实啊，你做这道吼，你都爱忍受啦。所以讲忍受就是讲你都爱伫舞台后壁吼，所以歌手伫头前唱嘛，阮伫舞台后壁吧。迄个位。伊互家己去享受你家己的成就，哦，别人了解的，伊自然会了解，自然会互你扑下声。那无了解的，伊嘛是听我的音乐啊。所以咱做这道的吼，EQ 吼啦 ，EQ 爱修啦，真爱修。但是足侪吼，做咱这道的人吼，伊感觉讲我才能那我都
发挥到吼，我应该我技术遐好，爱互世间人发觉足到的啊！伊后尾到尾仔来，伊无对发挥的时阵，要用啥方法？酒精啊！我这度看太济，后尾因为这个叫孤芳自赏吼，无法度消透，伊的在个吼，后尾照酒。看来讲，我即摆是世界上好，我即摆是世界上好的，我技术都有够好的，到尾也是，你知影这个收尾拢足悲惨的啦，啊，拢悲剧收场嘛。所以我看太济这种物件，所以讲，咱既然看这遐尼济前辈，这种下场，咱就袂替去学习。咱国语有一句话讲吼，一将功名万骨枯啦。啊！你拢看有成就的人，但是迄倒落的人，你无看，规涂骹全尸体、全骨头，你知影无？啊，只有一个成功的嘛。但是你著看到这个成功人，无看到这下骹只哦，规堆了失败的人嘛。所以讲，你爱这规堆内底的人呢，出人头地，正经第一，我上重要，家己拍拼以外，小可运气啊，哦，人讲。3分天注定嘛，吼，7分已经爱靠拍拼啦。而且你要成功，爱成伊咧珍惜，足珍惜。即马我有诶成就甲缘分，吼，我都伫台顶唱歌互大家听，哦，分享这个喜悦。像伊嘛常常对我去庄脚，阮庄脚我做公益呢，啊，拢等于南庄啦。迄个苗栗，南庄伊个老师的故乡。对我去做公益，对我去做啥？因为他的同学，老师的同学是一个医生嘛。一个医生就整个一讲义诊啦，啊个管米酒配啦。所以这嘛是，伊嘛是对我默默的做。伊说外口出去行情偌济钱，你知影？我哪有讲解推出就啊？你我保这偌济钱互你，你甲我斗相共。二话不说，伊家己搁包车，伊家己出车钱，哦，再阮转去，哦，含大家乡民啊，安尼做的功德啦。今日伊做的这些拢，伊做的功德拢累积在他的身上，所以讲吼，伊日子还佫足早咧，吼，伊日子上我甲伊讲吼，你也莫遐歹命，你佫手30年就好了。我手30。你这几位？换你甲老师讲，讲你嘛莫遐歹命，你搁做50年就好。换你甲老师讲几句心声。唔是啦，唔是啦，莫搁遐歹命，就是讲吼，我的迄个个人演唱会哦，小巨蛋的吼，你搁对我走30年就好。我讲真的吼，最主要是老师是咱足侪好朋友，包括咱遮吼，遮的乡亲时代吼。上介介的，因为伊身上就是看到一个叫做圆啊，圆圆满满。基本上圆啊。好人缘，做事啊，为人处事嘛拢足圆融的，足得人好的。这是我讲真的吼，我伫老师身上，我去甲学习的。好啦，国定嘛是同款吼，你足辛苦拍这个责任吼，来成就这个节目吼。过程，我拄含制作人讲，过程一直辛苦，大家拢会足辛苦。但是你若相信开花结果迄日的时阵，你若相信阮两个伫遐讲一句话，正经，这成果拢是你安尼一步一脚印，一步一脚印，为着观众朋友的福利，为着观众朋友的歌好听的歌，安尼拍拼努力来吼，恁的这段路绝对无白行的啦。所以这句话一定要录来，然后得金钟奖的时阵，搁顶棒一摆啊！搁安尼为着台语的文化吼，安尼坚持。其实观众朋友，恁拢无看到呢。阮三个坐咧遮吼，要录一个节目，阮三个安尼，也爱唱歌啥？你看，甲对老师、摄影师、灯光、音响，搁现场的工作人员，迄每一工出动吼，干那便当就爱叫咧超过50-60粒啊！干那遮的成本看爱偌济。所以讲，希望咱电视机前的这些观众朋友真正爱多多支持咱国情吼，支持台语文化、台语音乐，互因的收视率吼，会安尼开出红盘，安尼吼，
安尼因就个会当继续安尼向前行。好的节目吼，爱靠大家好朋友来甲斗支持，收视长斗鼓励一下。系啊，哦，希望这节目久久长长做落，为咱台湾歌的好文化搁个传落去。对对，真正感谢老师，无感谢大哥。我诚意讲，各种唔敢探汤，唔敢探猎。老师他对我讲的，咱望的是台湾歌谣的文化开花结籽。对所以我要拜托老师，甲全世界的电影明星共款，伫咱心所爱的歌镜头前，甲阮印一个阮流传的手艺。我这行芒手无共款哦，我是大一斤的手哦，哦，不要复制哦。哎，我安尼我就无客气甲登落去哈。哇塞，来，你有哥，你有经验，甲斗你有经验我倒起一个，这来啊，来，一、 3，慢只起来哦，来起来，哇！哦，有感觉，顶落啊，顶落。第这我吼规身躯起鸡母皮，安尼啊这。双手是为咱台湾奉献几啊十年的上界温暖的双手，空腔的双手。哦，注意，我用火去。哦，赞，这个好，多谢。老师这双手唔那是音乐家的手，今日伊是名作词作曲家孔锵老师的手，伊是你金曲足侪迄道好听的歌原作者的手。真正感谢老师来，老师的故事较讲都讲袂完，连讲来开讲，啊感谢好朋友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，多谢。